後來，即擺當地嘅嘉義縣地舉辦的台灣燈會，昨暝是邀請到日本京都柑仔式惡魔來表演，也毋過有民眾反映，講這個現場無收聲音，嘛無安排大熒幕來轉播，所以根本看袂到完整的演出。縣政府回應講，已經開會檢討，無就治的所在會來改進。日本京都結構後，哪演奏哪跳舞，超水準的表演真精彩。2026台灣燈會昨暝佇主舞台安排的演出，有聲真濟鄉親來看。然後想說，剛好今天也有橘高校的表演來看一下，然後他們真的表現得還蠻厲害的，因為也是第一次看橘高校的表演，這樣。還算側邊的地方，前面已經站滿人，也搶不到位置，那就只好站側邊。不過民眾反映講，現場無收音，無安排大銀幕的轉播，加上燈會有各種轉播表演，閣有雜音，致使部分的人根本就看袂到完整的演出。為民眾的角度來看，收音的效果確實無好，頭一排閣有攝影的卡架啊，徛佇壁較後壁，真正袂當好好欣賞。有人表示講，本來期待變失望，希望講所來幾天的表演會當改善。無偌久，嘉義縣長王忠良講佇檢討啊。若規劃舞台畫面轉播，需在主燈跟舞台間架設攝影高台，那恐會影響遊客觀賞主燈的體驗。縣府昨夜已經召開檢討會議，那目前現在正在克服技術上的問題。縣政府研究講要將表演投影到舞台熒幕，希望講會當有更較好的舞台體驗。其實日本京都結構後佇北部同款有演出，早起10點佇圓山飯店同款有真濟人潮。柑仔式惡魔真正真有魅力，去到倒位攏會當引起話題。Hello， 我是雷亞，想要搶了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